2025年 WSSA 世界贴杯锦标赛有23个国家411位选手去参加，咱台湾代表队头一天就创下大家人拢有摕到金牌成绩。这届台湾队呢摕到25块金牌、15块金牌、12块铜牌。因若这金牌数量排伫咧世界第3，咱台湾选手只有16人就拍出万定为摕遐侪金牌，引起世界关注。 比赛开始，伫队友的鼓励当中，加速接入最后0.18秒逆转胜，拍败日韩队。这是平均年岁不过9岁台湾 Rapids 队。台湾小将伫2025年经济贴杯世界锦标赛创下好成绩卫冕。 那优秀的小英雄团队2025年贴杯世锦赛伫瑞士举行，台湾代表队得到25金、15银、12铜好成绩。那金牌数世界排名第3，甲冠军德国队派出108人，甲亚军马来西亚队派出37人比起来，台湾总共派出16个优秀的选手，大金的比例是悬甲惊人。这摆各有3项3冠红甲3冠后。 面对比赛压力，拢未紧张。新北市遇到实验区中的选手陈秋秋，伫15到16岁女子组欢扫3冠，加上团体赛摕6金、2银、4铜，加做这一届上届金牌选手。同市金苹果手的小将吕友新同款，个人3项拢全部摕到，还佫敢若8岁林思琪，也加做这摆台湾代表队年岁上届3冠后。那平常练习会不会很辛苦？ 那小选手正野望，成功大学运营女皇陈碧如也摕个人2冠，加做总成绩全场第2，佮甲队友佮摕团体组上金，还佫19岁以上组台湾 Dragon 伫竞争上级的组别当中，成功封顶摕金牌。杨高台中兴大学等选手读册贴杯上强，被封做学霸天团。天气、环境。 路途时差都会影响选手每个表现，我觉得非常不容易，但是他们做到了。世界各国411位选手，中华小将气势正强，16人全部摕金牌，也为台湾精神争取光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